每一位艺术家对自家嘅生活态度、留人生嘅目标，都有其特殊嘅想法。故所期待嘅創作環境、和作品都各有特色。今晡我來介紹嘅藝術家，佢嘅水墨畫，在台灣現代水墨畫壇可能係很多人唔認同佢，但是佢嘅作品在國際上很有名，也發光發熱。藝術創作應該係兩般性嘅，還有在恬靜嘅空間享受故事嘅創作呢，也係在鬧熱嘅地方做另外一種創作。今晡嘅記錄應該做到本人對藝術家有一種新嘅想法、同認識。你遐去嘅地方，唔要舒服，唔要太熱。我隔壁有奥多牌店，哦，遐有公车站牌。实际上去嘅地方呢，喺台北市每一只角落里面，有一國際知名嘅藝術家，哦，邀請下來攝取，佢嘅人生嘅態度呢？米色、鼻影、色普洱茶、色紅酒、看原點、講人生、創客家，乜講到鼻影，乜講到米色，安尼入去可以慢慢地談。對人做事的方法吼，我们用快，快，一边也快，一边快啊，一边真快啊，点点诶，哎呀，伊袂真袂讲法，真袂表达机啊，表达，因为伊咧当因从了早社会来讲吼，是亲某朋友的因，那种亲某朋友从特殊的因吼，从撇沙来讲吼，从亲某自然。冇自然。对啊，你可能去特别撞来散，撞来嗨，那个散。个台式啊，台式啊。行的东西都太容易少，太容易还制服吼，还规矩，无可去常爱去。太大。伊都太多没有名。而且华人艺术圈吼，有个圈子。他讲人都谈个都有名，伊网多佢都有名。伊要算有名。哦，电脑唔免你客家嘅，较无了解，较无了解。出到几多张大千过来吼，台湾一种有法。然后他的画风也是一个独创的。那天我在看他画的时候，对他是突破的水墨画的一个技巧，所以他当时在画的时候，你看不出他画什么东西，就他打圈圈、打三角形，就后来完成的时候确实里头。是在整个山水的层次，还有他在里头所表达的，我就觉得会有很多很细看的东西。那现在可能因为极简主义的关系吧，我们会比较倾向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在他的画面当中，在极简当中的，你看到他很多有很深层的那种文化的背景。那我觉得我所了解他的母亲对他的栽培也很重。倪鹏。台灣現代水墨畫壇代表性人物之一，係台灣少數做得在世界創出名號嘅水墨畫家。也個青島畫作就是在歐美、中國等地做過展覽，又個請得到當地藝術家和收藏家嘅喜愛。因為研究太學，也將倪鵬評列為中國20世紀百大藝術家。也為係歸印度，有沉沉嘅江南田園風味。來到呀，當場來到寫實、
课本讲的中国江南，楼阁、庭园、小桥、流水、绿竹、小径，全部在了。袅袅嘅中国味，本人有一种恬清嘅感觉。我个天数嘛，唔是，啊，唔是，我讲天数十九啊。天数是错了。那怎么做饭？去配了呀。你后都要慢慢炖咯，莫炒咯。倪鹏，1955年在台北爱上海出生。一般人可能认为他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但是青少年时，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客家人。作为一个客家人，客家人的传统精神，硬劲、刻苦耐劳、坚守原则，请上芒大兵，为到理想来出作。蔡倪鹏学习做法的过程，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哦，迄个啊，伊真厉害，讲伊只行业是较上行业的伊个味来讲，伊迄张英吼，从这高中生的毕业吼，然后学法度，都变法坛有名的囡仔吼，但过程吼无简单，伊做得到，真厉害。爬上头摆行业那讨生活苦农吼，买苦农系的肉，买个是咁做的。还有恶劣环境，伊嘛做在生存那样。为开始迄同那条开始，那样是开始吧？小号开始，小号开始，好教，叫咩好教？小号就开始，哦。小号就开始创作啊，马卡路唔滴就开始创作啊，从细就好变白，变对变乖哎，变对变乖。哦，小号是自家做好画图哎呀。读书无嘛晓啦，全部就平平啦，画图创歌的啦，画图创歌的。啊，就然经常去高中就开始学画图啊，就带到欣赏部下就中了。哦。你画图的过程有乜个现场对人影响啊？睇。我是高中的美术老师啊。哦。高中的美术老师。高中美术就给啥？我知道，天才教师。伫迄客家人哦。广东人。广东人。哦，天才教师啊！你受个影响，你听佢学画图。系啊，高中我听佢学画图啊。最基础的东西。系最基本啊。基本的。哦。伊对人影响，哪方面的影响啊？就在欣赏部下就改变想法，改变做人的嗰种的，那本来就亲爷咩，就好教啊，就本欣赏改过啊。哦。就被跪下一边改变。改变啊！被指导了。被指导。无你暗你做嘛？无你暗你做，开啊！做嚟做生意的。哦。主持了些创事物，我越来越相信，一生人嘅成功，加个市民欣赏，真正当重要。像李云刚、邱太宗、罗兴良嘅市民老师，系语学老师李建水，现代托尼之父邱范堂嘅市民老师，系夏威夷大学嘅何任教授，多底下嘅倪鹏。画图嘅戏文老师，喺高中嘅美术老师，故说一生在其教育和学习嘅过程中，读到样板型嘅老师，真正做得影响一生人嘅未来，决定其未来爱行嘅路。
迄个人就无再过去剪头发啦。无诶，无诶，我出过去。你出过去无意思啊！最喜欢的味道，最好的感觉，太家人戏个味个气氛就好，好啊，你无一本啊，无一本就算了。要后台，我这个面对哦。创作的问题啦，所以我才会出国啊。出国去就全面去个文化传统，总系去欧洲，去南洋，就无意思啊，最尾要走去泰国去啊，走去泰国就全中国的文化传统。唔乃叫去泰国。26岁走去泰国去，转来台北就金足2年，无管啦无啦，啉咖啡哩啦。采个两岸交流，係你千封闭嘅年代，二朋一世人走到泰國去尋中國嘅文化，中國嘅傳統，一世人留到泰國100人日，一100人日嘅見聞留體會，電腦本嘅行出，後來創作水墨畫嘅一個出發原點。买东西哦，因为买专门做媒体的，买很多买都报社做记者，所以我就专门在跑那艺术新闻，就动作都做诗人，动作都是，但是是6、7年，20年。唔止前年啊，又係。你紅也都他個底堆房，還有就2004年3月買周家封面，周家要封面要封面哈。1949年，桂民政府來台灣，把中原文化帶到台灣，比如渡海三家，張大千、傅心怡、黃君璧，渡海三家，還有哲學界一斗年都台大考試，還有浮士茲，還有一斗那個高僧大德那個人，新中央喺台北故宮嘅藏品就是台灣，台灣從嗰時候，它開始接觸到所謂的最主流的中原文化，產生什麼影響？產生嗰時候當到發達的台灣，清河發達的台灣，都讀到俞鵬一種，俞鵬係都台灣出身的，佢有台灣的本色，有本色，佢都加祖先都台灣繁衍，佢接觸到最主流的台灣的文化，唔係中原的文化，有故宮館啊，有毛筆啊，嗰時候我知道台灣咧，人講台灣的家聲都入邊，都入邊，中原文化，接觸台灣中原，我認為佢中原文化，台灣的台北，關樣，我知道佢重要。一行轉來一年，去過一年轉來，因就開始就會分享。我到歐洲到希臘，我就想，何去何從？我就想係。何去何從？我就尋見啦，文化見。文化見。係啊，家政府中國態度真開放嘛，1982年，都開放，做得去旅行，我就去。我冇簽證哦，我就去。做哪一種指令啊？都希臘嘅中國領事館做一張指令。我就準備去泰國轉來就邊走一關嘛。你去泰國，你去歐洲，還忙轉台灣，你就直接。我去泰國，我去看中國傳統。你用是極之極限，上到嘅。我做去做啦。馬上做去嘅。即使轉來。本中華民國政府走去關外面驗日，我就準備轉來坐檢嘅，坐檢嘅冇要緊，我發圖，你唔要太水啦，唔要太水，我咪去做飯啊，咪去韓國啦，嚇，仲去旅行添嘛，我就輕簡單的一個
感染。去多耐咯？去多年？哦，100多年啦，全华强江当转啦。我做一看啊，我做信传统啊，我总要看传统，看历史文化，看古迹，看泰史，哦，有法度本来看咧，演艺本来看我做一看啊。安阳人100多年，太公南北，即我敦煌咩差点死学个要不平啊！去延乡去那个梅园行。去外个日创人的老母啊，伊要寻亲戚啦，到处去啊，去对外洋用汉太，去冲哦，种只海面跌落水条度出来，3万级啊，3万树啊，100人走到台湾，记住麻烦啊。啉咖啡啊，下报告啊，不要紧啊，6年庆祝，等于一多年6年了。6年啊。6年。这是个100人嘅对未来嘅影响。100人去看去接触，佮总会开始添。做了台湾正经的麻烦，就你要面对你现实的生活，我用会去。采取一种的方式来老人家传统合起来，合起来，向我表现出来。我就开始就改一种的嘢嘞。用嘅嘢。我就开始改变我戴木下，我就开始改变我的想法、想法。做打扮做衫，重新再去故宫，重新再去读古书，重新来去体会传统的好的东西。佮9年，连9年的时间。9年，所以唔得冇10年。当然，就做迄地方就做上大上次，那是用最简单的生活的问题，对生活开始接触这个文化传统。客家人的文化传统，慢慢的，我连读书我都用客家一个读啊，我读个金庸那个武侠武侠书哈，我就用客家话来读啊，读故事我用客家话来读啊。我冇人讲啊，我自家就用那样方式。你这是对你客家文化认同就大概开始系啊，反向。总爱寻到一张念头，客家人就念头，做客家人就念头啊。客家文化是人念头，那是从头来做过，从头来认识一下。读汉书用客家话，故事还亲合了。每个年代、国家、种错，才经过生活、到时间的演变，总会产生出几条特有的文化和传统。深入了解自家嘅文化嘅根，对艺术创作来讲，也特别重要。让我讲，对自家嘅文化唔了解，让别人创作出本人赞叹嘅作品。我相信，耳旁也下会成为一位很有名嘅画家。除咗佢讲伊嘅才气同三棒之外，客家文化也一定对佢嘅创作。产生了深层的影响。伊讲按层面的东西哦，如果都讲，像第几行业第啊，我冇想到佢早嘅创作嘅嗰種態度哦，態度嘅嗰種嗰種養分，當然你客家文化有關，呢方面佢有講過。我一隻國民嘅文化東西，如果佢發個代表，佢即係佢講客話。那个讲爸爸的，讲的，讲爸爸有讲到，讲爸爸讲他，冇读到，讲爸爸一直死，文化改唔脱咧啊，错冇？人家祖先的祖先，人家祖派，佢都切唔脱咧啊，错冇？切唔脱，你做接受啊，做唔得，因为有乜个政治问题，乜个都冇爱，那就唔错啦。讲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系乜个人做乜个事情，陈述乜个东西，会亲有心啦，无心都唔会认，是嘛？
无灵魂的人，迄人哦，唔免啊，伊只咒术啊，伊只鬼魂，好无？伊真厉害讲，伊昨项伊其实较上项伊的一个味道来讲，伊昨因吼，从这个高中生的毕业吼，然后考法图，都变法坛就有名的囡仔吼，但过程吼无简单，伊做会到真厉害，爬上跳摆项囡仔讨生活苦労吼，买苦労死得落，买个是咁做啊，还有恶劣环境，伊嘛做咧生存那样。伊下咁创啊，越恶劣越强那样啊。哦。做中国人真艰苦，尤其现在台湾的中国人真辛苦，因为面对压力强大，各方面的啦。啊，不过讲正经的话，我身为一个现在台湾的客家人，我陈述的中国的好的东西，客家人传统的东西，文化的传统，我去以为荣。哦。在青春光荣。光荣，因为有安样人还来创业。哦。人看到还因为一张人。有根呐，那个叫。有灵魂呐。有灵魂。有文化传统啊！我迄一旦俺咩样的人哦，我拢讲，今日我倒不下，无人要来请。我过来博物馆的观众，现代美术馆观众。客家人的劲，河洛人的劲，外省人的劲，原住民的劲，台湾人的劲，才乃哩。一生存在这世界，也个价值才乃。耳旁深到夹个劲，深到夹个价值，嘅安呢？也个用神的方法，日常的用神的方法。最后用什么做饲啦？那种饲料嘟嘟哦，最会要的呀。哦。对呀，嘟嘟清楚呀。就你要调配啦。这个做的呢，记得做啊。该做呀。这个种的。啊？哦。你呀？这要做，要。我要油条啊。哦，你让我做。我没做呀。我先煮锅啊。我一定要做。做中国人做中国人要什么好事？你要做没有要事啦。你下按用，可比讲色啦、盐啦吼，然后发吼，你做哪个艺术创作吧，要有动态管联吼。当然有啊。有个唔可以多转去请台湾的沿用的想法。去了解，系无？用个态度啊，你讲一种想法的态度，对人个创作有乜个影响？有关联性。叫做人的嗰种嘅心情啊，就因为是老林，造成嘅嗰种激荡出来嘅嗰种心情，嘅青春嘅，因为个心情有提高，你提高人嘅感觉。唔係平常嘅心情，佢提高你如果有感覺啊，你就會創啊，會畫啊，會做事，會作對啊，對嘛？哦。個藝術就會提高啊。聽你哦。聽你哦。聽你哦，來。這不是小黃瓜。你個菜全部當奇怪嘅。油燜筍。油燜筍，好來。春筍。一盤係啲菜幾架弄到？盤那種藝術品啊，我做的。做的哦。對啊。哦。都英國做的。你要會做乜樣嘅東西？啊？做幾十年。唔係落土地呢？唔係。做幾十年了。係啊，就這樣子就開始做。哦。到處做了。我以前就自家有業。
这个有药。哎呀，有有。哦，意思讲做点安尼动，做到动专门的。专业呗，真专业呗。你要捌吐啦，你要做肥了，你要食酒啊，交朋友啊，也时间内来啊，要煮菜。我都不是上班啊，没差别。你创作家有食酒哦，两个创作的方式。有阵时咧，啉酒以后才创作。大部分时间唔咩啉酒，然后就清，脑壳要清晰。让我的合片了。跟你是条创作，俺不是创作了。俺做条开始啉，俺不是啉，跟我一样啊。哦，啊，因为哦，说到半当餐嘞，说到差唔多，当有感觉，就介意创作，我以为。叫做文费了。哦。叫做文言长费的时间。文费当位。好啊，古法拿出来，大家来看啊。系。古诗词啊，或者作对啊，有感觉就做对啦，就开始写诗啊、造句啊，叫做无感觉，叫做唔咩平常的感觉，叫做我越亲这个东西要做出来。所以就是喺创作嘅这种嘅感觉一样。你拍，你一讲，纯粹啊，这有感觉就好。有感觉啊，係养成法的。养成法咩啉酒啊，咩朋友听啊，我从来都要这样发作呢，下次发作。行动书法。行动书法，行动书法，走到最熟悉的味道，最吵闹的味道，书笔墨拿出来啊，字涂落去就开始了，跟没真有意思哦。好，其实一种境界，就像我讲啊，我讲的啊，我也其实我也唔会求嘛个啦吼。你讲有一两杯酒好，本来是我做当听的，不过20年的酒也唔好真係俾人抢啊，咯无？好啊，我拿个乐器啊，吼，萨克斯啊，也个小朋友，我都表演一团的啦。我表演一团唱个10酒就好诶。真好咪，是吧？我做行通银行咩？行通银行，我做行通书法。嘿，是啊，嘿啊，我做，哎呀，都叫我人家乐器做宽点的呀，宽点做行。我唔重要啊，我要唱啊，我要写啊，行通书法啦。唐代二旁讲得一太代，佢对食老林嘅想法，一般係想到中國古代嘅文言也係一樣，愛食美食，也愛飲好酒，也在食老林之間創作出千多嘅千古不竭、流傳後世嘅作品。所謂風流雅士，應該就會一樣。应该讲，伊会穿梭时空的因诶，穿梭时空，穿越时空啊，吼，超越时空来那种，奇人啊，啊，你是都去画风很样扮演？那都快是对这画风，不以为然，不是画风啦，因为我们是学院派出来的嘛，对艺术要求啊，吼，下个啊，啊，我咧下老咧，下弟用去，内涵来啊，内涵还有法图本来下台谈，下感，用伴奏，用伴奏，用伴奏，所以广义活得很自在，就是说他不受绘画学院的影响，所以以前我看见图看到黑白画，画球啊，看咧，我画球啦，拄到。你嘛对中国法来讲，去黑白画。我对了解那个西洋绘画、超前卫主义的话，它又是刚好符合这个时代需求。动前卫。就像超前卫主义在西方绘画，美国来说是烂画。它的名字叫烂画 （bad painting） 在意大利叫超前卫，在法国叫新意象，所以都同为系统。都嘛系讲台北、台湾、中国那边来讲跟得上这个潮流的时代的就是他，水墨画就是他，就只有他。所以我们来看也会用全中国水墨画、水墨史里面的角度来看他。然后咧行啊看起会看用以前您最质朴的
一个人最质朴的，艺术最原始生命力的，的原创性的，还有生活方式的最贴切的方式来看待这个画家。就对他就有一个比较莫名的接受了这样。一般人还是跟我以前不太能接受他，可是世界上是一个中西混合的时代，没错没错，新旧没错中外这样子和平的东西所以他的东西在国外一直才能被接受，因为形式够强。你说于鹏甲心态贴实落来，也个作品，也甲人格啦，也生。人家讲水墨画，最重要一个美术史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文人画，文人的画嘛，就说艺术家一定要像有点像文人，比如像艺术家就生活起居啊，慢慢都要像那种标本，画如其人，那种文人画文人画一下来都近代也已经看大量的画水墨了，全部比如卖发都画法。一下帮毛泽东，一下帮都为了销售。于鹏的画完全都比如这个问题都发。伊讲，伊都甲平常的生活里面去贯彻。安尼清淡的。清淡。其实都清朝明朝，所有的文人画都是为了这个问题，没有比如卖法。这个于鹏有传导中国文人画的体系。中国人讲的品味就是平常生活，你一定要过一个中国人那种生活，像你待到园林中去散步去旅行有感，叫做有刺眼的那种宇宙观。那进入安阳园的宇宙观，才会有那种太的东西会走出来。太的东西随便接触，随便拿来。会变人的创造的基本的材料，用人的心情关注落去，就是抒情、抒发人的感觉。安样的东西去有一个安静的心情。当然，在话有个写燕子从人这山水的素养，有点山水的素养，出自然。一个山林气，山林气出一种太的气，太的气就唔要小气。从上阵个所用个所有的刺眼，连人气你都唔做就刺眼。因为一天的时候就不能看，就刺眼。所以讲一天就人气的管的就养生饭店那个服务生都主要风湿病。身体刺眼啦，刺眼。唔刺眼的，也就从上刺眼了，打开来。本身唔好太极拳的人，你会知道按阳的方式对人这个情况还好。还喜欢开玩笑就会常说，跟人家在讲。上个礼拜聊。我姨婆啊，你想开外，佢就冇开外。叫我到从门打开来，个门咧就有人咬我啊！叫我门咧唔咬佢哦。唔好咬佢。专门咬人下啊。对吧？中国大家没来，那个从上刺眼，通风嘛，有道理。安就唔会潮湿。唔会潮湿，当然所以说这个到处都水也是潮湿。所以叫做刺眼，跟家的话是一样的道理。从上刺眼，刺眼就是美啊。刺眼就是美丽啊。就 beautiful 就是美丽啊。你门一打开来就车水马龙你行到台北地方，唔会以为用嘅是唔是？我係冇最近就投出皇帝啦。都唔會上去，都冇啦，就年初我俾佢縮到。就之前畫圖我創作就從基本創作無限，我所以要3本書。啲文天祥講善用好眼真氣，啲好眼真氣作為刺眼的胎氣，就是有一隻前氣面的觀點，那條什麼無人的那種嘅茶水馬龍嘅造型，這個唔係啊，這個冇，這個係為彈古琴人創
做一下有山水分，那么一个写题，错了哈，感觉了刺眼的感觉，就这个用了怎么写出？还有那发哈，出了提色，就抹了个眼体，前眼刺眼。开天万物嘅孕育，研发出奇特嘅酱。迄淡淡嘅微风，有耳朵，细细长长嘅竹叶，迄飘渺嘅云，飘摆空地，飘色嘅石莲，也係细长嘅流水，蜿蜒在绵延嘅高山。啊，然咧，迄愉悦嘅，迄歡喜嘅。迄無拘無束嘅，迄做得自由嘅享受，也一切嘅自然。我想耳旁真真實實感受到自然嘅美，感受到自然帶來嘅喜，故所佢將佢感受到嘅真真實實反映在這個畫作上面。因为我按欣赏佢咯，唔计是啊，因为眼睛是面前。佢的画作非常特殊，特殊谈什么？就是谈是啦。贴片唔同。佢嗰種畫風啊，也唔係風筒，也唔係畢加索，佢乜嘅呢？衣篷。衣篷就是衣篷。個實在太實一朵啊，畢加索乜個風筒啊，是不是？其他一朵太實啊。他呢，有人講佢。他媽啥太死啊！他呢，我就批評，佢乜啥都唔做。乜啥都唔做。他乜啥？聰明啊！這聰明，就係衣篷。聰明，哎呦！衣篷就是衣篷。因為家嘅畫嘅作風啊，唔是講冇人學得到。這風格非常特殊。所以時代拍賣市場舒服比我等等啦嗬。家嘅畫得非常有價值。也唔單止講我客家人，就漢民族嘅廣容，客家人廣容。做年基本最難嘅部分就係文藝品，詞情，對文化有詞情，對傳統有詞情，對你其他神法有詞情，對你研究嘅事情有詞情。但種嘅詞情就做一啲人嘅彌托天啊，創造情歌嘅叫咩？愛情，好，講到愛情，將廿個山水裡邊度，山水千度愛情，你話嚇，你話歡迎家啦，無作衫嘅啦，嗬，講多了嚇，哪個意思啊？係啊，山水愛情，跟青苔了，等下來見下，係啊，一無作衫褲，佢無作衫褲係寫愛嘅，寫愛啊。有感情，有感情，人做人要有太感情。我知道他每次有一个艺术家一个展览画店，他一定去那边去站台、去认同、去鼓励他。我觉得这是对一般来讲，我们讲文人相信他不容易。还有一个我很钦佩，就是说他在那个差不多很年轻的时候，他也做陶瓷。对。但是他去我的店的时候，他也是买那个陶艺家的作品。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陶艺家，那因为一般来讲，他还会去欣赏说，哎，这不容易，他的柴烧还烧出这样的那种光泽啊，然后他觉得说他很用心，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捧自己说，我自己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可是我在他身上我没有看过这样子，我接触很多就是我们常常对一个人创作不错，就这么说他是大师级啊，可是我觉得说他是有大师级的风范。也有大师级的风骨，可是他却没有一般认为那种大师级那种傲慢。对，所以而且我另外了解说他很用功，他每天都在作画，而且他对自己的画他很有信心。做乜嘅人嘅作品你嗰度？
年啦，细毛的啦，不应该比你当多了。那种人生嘛，就是讲，那个时代，使用我个人有交流的文化，然后面对现实，以前总会有道德的观念、礼仪的观念，他封闭，就唔敢面对啊问题。全世界啦，大家都面对啊，对吧？看电视打开来都有啊。系啊，迷信进来进去，那进来那去啊，做来做去，这事情就看到哎。做的事情，做来做去就做对啊，这个就是时代嘛，然后时代大家都开放，开放你就做来面对啊，要做一个时代文化，古时候就冇。20世纪、21世纪，观念改变了啊。观念就大家交流，对吧？就做这样法，要就面对时代啊，我都没顾念啊，正常的现在。nhớ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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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ớ con。比人也是一种，按中国人讲的太过。心情最深的，人生嗰種悲痛，嗰種悲痛唔係講痛苦，唔係叫太傷啊，唔係嗰種悲天悯人的心情。人生裡邊佢有最深刻的嗰種感覺，叫做太悲。太悲轉化感痛的東西，你看到山水感痛，看到人生那樣的變化感痛，嗰種感痛。变伢的日演，变伢的歌词，变伢的戏，唱出来了，表演出来，抒发出来，这做那比人有感动的东西，怎做的感动？夜歌，夜歌，夜歌。屍體1987年，那種去唔得，捱咩痛苦，就比呀，痛3夜，長風打滾，跟住肝腸寸斷，就唔干了，就肚子啊，唉，就這種心情，那就開始唱，最悲哀的心情唱出來，我唱不下把湯誒。就日天就漂亮啊，就在那邊唱啊，民眾跳的，我就可以啊，就最悲哀上唱俾他，那個心情，個悲痛的心情就做得轉播，抒發出來，從此那張碟唱歌要用唱，那張碟總之講迷失別人係哪個意思？嗰種人生嘅最有感覺嘅東西。一度那要一度夜光夜光照山啊，夜光照山。人生嘅太悲係痛苦嘅，不過悲人點都做得抒發嗰種痛苦。耳旁嘅夜光，唱出對生命嘅一種無奈和悲情。日本人對生命價值做一個新嘅思考方向。人講。人生本來就痛苦嘅，不過香港人願意用力透氣，提起胸膛，打開心中嗰扇鬱鬱嘅窗，你會發現打開天堂嘅大門，就會在不遠嘅地方。
还要逐渐挑呢。冇做冇就做是吧？唔會，太鼻音唔會點冇做嘅，錯冇？女性就個翻滾啊！男人哦，很難，我這冇一天會流出來，我轉來轉去，我趕落去。趕落去錯。什麼人都冇用，冇拄好。什麼人要水龍頭用嘅？水龍頭都開落去。南面人都強嘅用嘅，最強嘅。擋唔掉。雖然講有彈過唔錯，我搭擺彈嘅感覺，係你咁樣冇咁樣，真嘅。所以兩種嘅東西最刺眼，有感而發，水星，有感而發，係種流通嘅，哦。雖然講越講，就大家都越講，少少有一些嘅偏通。隨心情的改變。也係唔寫嘅。我哋喺當後生啊，懂冇？喺當後生，唔說佢後尾路樣行，有乜個建議冇？提建議。少喝點酒。少吃可以。少吃嘛。不能太吃，如果吃到太醉，是吧？吃到天光。也不能冇食。天爺講的這個他自己路。還是自然的路，這個加個路，這個加個路啊，你將來會越發越成熟。可能你喜歡耳旁，也可能你冇辦法認同耳旁，但是這個花，然後這個人，也係親真嘅。這個花有台灣少見嘅前衛風格。這個人有藝術家親真誠的情感，在佢一步一步行向世界的頭前時，點到一啲都冇改變佢嗰種中國文人嘅我骨。佢行咧行定佢自家愛行嘅路，做自家愛做嘅事，也做個耳旁。愛的個山東高，愛的個天東台，愛行的路東東。